好多病人嚟做針灸或者推拿嗰陣，淨係同我講：醫師，我呢度痛，嗰度唔舒服。但問佢點樣痛法，又講唔出。其實係調理過程入面最常見嘅痛，主要有3種：酸痛、脹痛、刺痛。呢3種痛嘅主要成因完全唔同，身體俾嘅信號都唔一樣。今日我哋用最簡單嘅話同大家講清楚，等大家認識到見醫師嘅時候準確描述。第一種酸痛，平時成日坐好少運動嘅朋友咧，突然之間有一日心血來潮嘅時候去跑步、行山做健身，第2日成個人身體散咗，大髀、腰背、膊頭、周身都酸痛，呢種就係典型嘅酸痛啊！簡單講咧，酸痛多數都係肌肉過度疲勞引起嘅，肌肉長期處於一個鬆弛或者僵硬嘅狀態，突然間承受過重嘅運動，代謝變慢，乳酸咧積聚就會產生酸脹嘅感覺，喺身體裏邊提醒你肌肉咧過度攰，需要放鬆休息。第2種咧就係脹痛，成日我哋都會遇到嘅，尤其係脅肋啊、心口同腹部最常見。例如我哋食飽飯之後咧，個肚咧脹卜卜、悶悶地唔舒服，壓力大，就會覺得心口嗌住，兩脅咧發脹，頂住，呢種就係脹痛。脹痛嘅核心原因就係氣機不通，即係我哋身體氣機塞住咗，散唔開，亦就係臟腑同經絡入面咧形成一種發脹發悶嘅感覺，唔係尖銳嘅痛，但係就成個人覺得好唔舒服。第3種咧就係我哋常見嘅刺痛啦，最容易分別，痛感係尖銳明顯嘅。大家想象下跌親嗰種摩擦，或者係戒親嗰種之後嗰種感覺，傷口嗰種一下一下針吉一樣咁尖銳嘅痛，就係刺痛啊！喺調理入面咧出現刺痛，多數代表身體有淤血，經絡淤塞得幾嚴重，唔係單純係疲勞或者氣滯，而係局部氣血塞死咗，唔通暢，所以會出現固定係位置嘅尖銳刺痛。邊度有固定刺痛點，就代表淤塞得嗰度咧最嚴重。正所謂中醫所講嘅痛則不通，就係呢個意思。好，總結翻，酸痛咧係肌肉疲勞勞損，脹痛咧係氣機不通不潔，刺痛咧係淤血經絡堵塞。平時邊度唔舒服，你可以對號入座。當你了解自己嘅狀態之後咧，你就更加能夠精準去向醫師表達你嘅身體狀態啦。等醫師更加能夠準確去面對你嘅問題，解決你嘅問題。關注我，健康知多啲。